咱剩最后一段的迄个第四声甲第八声入声的变调，咱先复习一下。伫进前的影片内底有甲大家介绍着吼，咱迄个入声，咱入声的发音的部位呢，对上外口喙唇，爱伫到喙齿，甲你的舌然后，伫即个所在是啵啵啵，吼，应该有印象。啊，伫即个喙齿，你的舌若拄伫即个喙齿顶摆后壁是的的的音，啊，你若伫然后空遮，然后即个所是个个吼个迄个音，啊，上内底即个送去伫上然后底呵迄个音，所以迄四个符号呢，咱搁复习一下吼，就是咱加一个母音啊来念，这是啊，你喙停伫遮，过来是啊，你的舌会停伫顶摆喙齿后壁，啊，搁一个是啊，啊水的啊，你念了时阵，你的音会缩伫，然后空遮吼，然后即个所在，啊，搁一个啊，这就是短短的音啊，毋是啊，伊是啊，就缩起来吼，有当缩伫内底，啊啊啊啊，吼，啊，即四个入声，你若拢无写啥物声调符号，伊就第四声较低。啊，咱若是共款即组，咱搁写一摆。你若是伫顶悬遮撇一撇，直的啊，撇一撇，这伫白话字内底，这就是较悬的迄个音。第八声，第八声，这是压，即个压，吼，压仔的压，做压的压，即个压，即个压，即个压，吼，即个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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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，所以这是第四甲第八。啊，有个人咧讲吼，你若伫找一寡教材是网络顶悬吼，伊甲你讲吼，第四声甲第八声就是第四声变声会变第八，第八变第四，这是无正确的吼，无遮简单，这物件无遮简单。啊，但是你若准讲，因为咱即段咱遮影片是要互本地来晓讲台语的朋友参考吼，所以你假使你本地来晓讲台语，你咧变声调的时阵吼，你家己掠几啊你较熟的例来想，你就会知影要安怎变。你应该咧讲吼，伊毋是四变成八，八变成四遮简单，但是伊是低音变悬音，悬音变低音，你会当安尼想，伊是低音甲悬的音，两个会去换。什么意思呢？咱用几个啊，迄个字来试看觅吼。比如讲第四声吼，咱若写即个字，这是骨，啊，咱若用汉字来写，比如讲迄个大骨吼，猪骨，骨头的骨。啊，你若是第八声，这是骨，这个是骨。啊，咱来试看觅吼，第八声你若要变声调呢？伊是毋是会讲咱第四声？咱做一个实验吼。咱若是写呢，吼，涂骹打揉过吼，拢水骨骨，行路爱细字吼，袂跋倒骨骨。咱试看觅哦。你咧读的时阵，你做事的，你会读骨骨，吼骨骨，即个讲较低，无毋对吧？吼骨骨。但是这讲偌低呢？咱试看觅，即个音是骨骨吼，骨头骨，啊，这是啥？你若读骨骨，怪怪哦。你搁注意听一解，我若读骨骨。毋对吼，咱是读骨骨，伊个降较低哦，伊低甲差不多参迄个第三声应该差不多低，所以伊若是降到第四声，伊个降个愈低，就是悬音的降低音，所以咱试看觅吼，骨骨骨骨骨骨，吼，听出来迄个变化吼，骨伫中迄个短短的音，骨骨即个个降愈低，所以你若看到白话字写两个即种，拢是第八声的，头上即个你着放互加落就对啊，吼，变成上低咧，着骨骨。安尼就无毋对啊！啊，比较讲过一个吼，我写大家先伫心肝内，家己念喙内底念看觅。这是啥？滴，安尼降低咧，滴滴，什物滴滴吼？行路行，滴滴吼，滴滴行，滴滴，对啦吼。啊，搁试一个，即个好啊，安尼是捌嘛吼？安尼是捌吼，好啦，啊歹势。一个两个捌塔做伙吼，捌啊！你这讲变捌有无？变捌捌吼，物件较乌做捌的捌安尼袂过风吼捌。所以即个所在，你若看到第八音，
要变声，你著降好加，伊就变第四个音。啊，你若第四声要有看呢？咱试看觅啦吼。比如讲，来，咱试一个音，即个是10，吼，啊，即个嘛是10，两个10放做伙呢。咱若即个扭悬，甲扭悬，即个扭起哩吼，其实参第八音应该是差不多迄个悬度啦吼。我是无确定是毋是完全共款，但是我家己的音感是感觉差不多。你著第四声，你看着塔做伙头一个要变音，你著甲扭好悬，参头倒倒边吼，头是降好加，即马甲扭好悬，10吼，10，我若讲10，敢听有吼？10，透南风吼，规厝内拢10吼，10，对吼。啊，若准讲肉，安尼是肉吼，但是莫应该看我肉。啊，两个肉塔做伙呢吼，足济肉吼，毋是哦。顶悬叫我悬，肉，吼，然后肥足足，肉，吼。啊，头讲肥足足，大家有注意着吼。来，我小看觅吼，足要安怎写？足，啊，两个塔做伙，足，安尼足吼，足，肥足足的足。共款，所以即个所在吼，你若要讲复杂，其实嘛无介复杂吼。咱若对本地来讲台语的人来讲吼，你看到第八声要变声，你就降好加吼，骨变骨，直，密。啊，若第四声呢要变，你就扭好悬，10，肉，足吼，肉足的足，肥足的足。所以即个物件，我只是要甲大家讲一件代志，就是。毋是第四声甲第八声互相换来换去，遮简单尔。嘛毋是讲遮简单啦吼，是遮简单无毋对，但是毋是安尼吼，毋是降落甲第四声，伊个降愈加。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记个第四声甲第八声的变声呢，因为即个较低，即个较悬。安尼当着加第四声，你用扭悬；安尼当着悬的第八声，你甲降好加。安尼咧读迄个咧看白话字的时阵，应该就袂有啥物伤大的问题。